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啊，我和谢一星在咖啡馆呢。小鹿吗？是不是小鹿？哎，你过去点，你口水喷我脸上了。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这里和这里都可能性比较大，特别是这里。我看他的信号能不能再强一些。那这个是？这里是他移动的区域。哎，来啦！哎，你要喝点什么？我给你点。不喝，不渴，我还想赐你杯橙汁呢。出去喝。我买了电影票。哎，可是我还有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哎，我找到了。就这个事儿。行啊，哥们儿，就这么一会儿功夫，你就把陈宇女朋友给找到了。我宣布，从今以后，我最崇拜的人不再是老赵，是你。那是，我们蔡雅思可是电脑界的大神呢。哎，哎，我们去找那个女孩吧。哎，好，走。走。小鹿才是当事人。你们不觉得这件事情得先问问他的意见吗？是啊。小鹿已经被陈宇冲昏了头脑，他能有什么意见啊？再说了，他自尊心那么重，他肯定不希望别人插手的。你们不去，我自己去。走，喂，等等，哎，朱晓，哎，朱晓，你这朋友怎么回事啊？喂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喂，哎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是不是得救救他？不去，约会去。那个，我们能不能改天再出来约会啊？为什么？就小鹿的事呗，我得回宿舍讨论关于拯救小鹿的大计。我们的第一次约会，怎么能这么随便呢？肯定是要精心准备的。你该不会是临时起意想带我出来约会吧？所以我不会跟你出去的。我不是这么随便的女生。那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个借口真的行吗？可是我真的好想去帮小鹿。是暖暖的春，对冬天许的承诺，答应你的从来都没有变过。是过程坎坷，但结局完美的像路说，写着胡言乱语，还勇敢执笔的我。如果一定要为青春，我努力让你不失望。恐怕用尽华丽辞藻也无法概括，蜿蜒的曲调配着天高海阔，唱着相思天哪，都不太这人怎么这么会说啊？